文件編號係 EFDA 00147661。一位匿名嘅男子向 FBI 探員講述咗佢嘅經歷。佢聲稱自己係 Jeffrey Epstein 嘅受害者。佢話喺2000年嘅時候佢喺 Jeffrey Epstein 嘅遊艇上面，佢被逼目睹，甚至係參與咗一場儀式嘅獻祭。佢認為呢一個獻祭嘅儀式呢係唔係基督教，而係一種佢認為一個好奇怪嘅一種宗教儀式。佢描述呢，首先佢自己嘅雙腳呢係俾一把彎刀割傷咗。大家留意彎刀呢個細節呢並唔係一把普通嘅生果刀。呢啲彎刀呢係充滿咗一啲宗教儀式感覺，一啲祭祀工具。然後呢，佢話佢親眼見到一個嬰兒係喺呢一個獻祭嘅儀式上面被肢解，甚至有人將呢個嬰兒嘅內臟攞咗出嚟，然後仲有人割開嗰啲腸喺度食用腸入邊嗰啲嘅排泄物。呢一種行為已經超越咗